早晨，大家好耐冇見啦，因為最近嗰個比較有特色少少嘅手錶咧，其實都越嚟越少，因為好多你眼見好多品牌佢哋出嘅本身都係一啲比較重複性啊，換下錶盤咁樣。咁今日介紹兩隻手錶咧，其實都係類似嘅概念，換一換啲顏色啊、字體咁樣，但係佢嗰個稀有性咧，就同埋即係有啲都比較新啲嘅，今年先出嘅新款。咁今日第一隻為大家帶嚟嘅就係比較特別少少，江詩丹頓一隻1921系列嘅中東面，呢一隻錶咧就只會喺中東地區發售，咁佢亦都係限量嘅。佢個設計咧就係1921呢個系列，你見到成個錶盤都打斜，同埋呢個錶冠即係校時間嗰個咧會喺呢個2點鐘方向嘅。咁呢一隻錶咧1921系列咧係當時候係江詩丹頓想打入美國嘅市場啦設計嘅。咁同埋咧佢係方便揸車嗰時睇嘅。咁譬如話大家如果揸車嗰陣時咧，其實係啱啱隻手咧就會係咁樣揸個方向盤咧，咁睇時間咧就會更準確好多嘅。呢隻中東面咧用咗中東最喜歡嘅綠色啦。成個錶殼係用 platinum，即係比較最手啲嘅。連個小秒盤咧都係以中東數字為主。你都知道，大家一換咗中東字咧，其實成隻錶咧都會即係價值唔同晒。大家對於呢一隻中東面有咩感想呢？係啦，除咗江詩丹頓呢隻綠色嘅中東字之外咧，另外仲有一隻綠色嘅比較特別啲，就係呢隻啦 ，IWC 嘅 Engineer。如果大家早排有睇過 F1 呢個電影嘅話咧，其實畢比特咧，佢當時亦都戴咗同款嘅 Engineer 綠色面手錶。其實佢呢款新嘅 Engineer 咧，就係復古翻以前General Gender 設計最原本嘅工程師系列嘅一個版本嚟嘅。佢之前出過湖水藍啦、黑色啦、白色啦咁樣。呢一隻咧綠色面金色字咧就會係一個電影嘅限量版，即係同Brad Pitt 都係同款嘅。只不過換一換個錶盤啦。但係就限量版，而家個市價咧就係需要炒價嘅。但係值唔值得一隻 IWC 俾炒價同 Brad Pitt 同款咧？大家就見仁見智啦。40mm，但係望落去咧就好似比較細啲。如果戴上手嘅話，個感覺咧其實都唔太差嘅。喺唔同光線之下睇到佢嗰個錶盤咧，其實都係好特別，一格格網狀紋，都係一啲賽車嘅元素啦，同嗰個跑道一樣。不過呢啲嘅古仔個個牌子都識講㗎啦，大同小異。如果大家鍾意嘅，就麻煩俾個 like，或者係推薦其他人加入呢個頻道啦。通常都會介紹啲新嘅嘢咯。如果太重複或者太普遍嗰啲，我就唔會拍片㗎啦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